如果你想健康啲，又會揀做啲咩運動呢？相信大部分人都會答跑步啊、打波啊、游水等等。但如果我再問邊一種運動可以改善血糖，又可以減低糖尿病嘅風險，更加有機會預防心血管疾病，甚至係延長健康壽命呢？答案可能同你諗嘅完全唔一樣。近年醫學界越嚟越重視一項運動，就係阻力訓練。而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增肌可能只係佢咁多好處之中最唔重要嘅一項。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好多人覺得肌肉只係用嚟發力或者純粹好睇，但係現代生理學發現，肌肉其實係人體最大嘅代謝器官之一。成年人全身大約有40%左右嘅體重都係嚟自骨骼肌。喺食嘢之後，大約7至8成嘅葡萄糖都會俾肌肉吸收。當肌肉量唔夠嘅時候，身體就會少咗一個巨大嘅葡萄糖儲存庫，血糖自然就會更加容易升高。相反，肌肉量嘅增加就等於增加咗身體處理血糖嘅能力。一篇2012年所發表嘅文獻指出，阻力訓練可以提升胰島素嘅敏感度，提升 GLUT4 嘅表現，甚至係改善血糖控制。所以被列為糖尿病管理核心建議之一。真正嘅重點在於喺一般情況底下，葡萄糖喺入細胞嘅時候需要胰島素幫手，但係阻力訓練期間，肌肉收縮本身就可以啟動另一條嘅路徑。就算胰島素嘅作用較差，肌肉都可以直接吸收葡萄糖。換句話講，運動本身就好似天然嘅降血糖藥物。研究發現，一次嘅阻力訓練之後，胰島素嘅敏感度可以維持提升24至72個鐘，所以規律訓練可以有效持續改善代謝健康。另一篇嘅文獻亦都指出，阻力訓練可以有效咁改善糖化血紅素、空腹血糖同埋胰島素抗阻。效果甚至可以媲美部分生活介入嘅措施。改善血糖只係一個開始，更加重要嘅係佢真係可以減低患病嘅風險。哈佛大學嘅一篇大型研究追蹤超過3萬個男性，結果發現每星期進行至少150分鐘嘅阻力訓練，二型糖尿病風險下降超過34%，而喺有氧再加阻力訓練底下，風險更加下降超過60%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好處唔單止停留喺血糖。2022年一篇大型嘅回顧分析發現，定期進行阻力訓練嘅人，全因死亡率跌咗1/5。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亦都跌咗超過2成，癌症死亡率亦都跌咗超過1/5。呢啲效果即使控制體重因素之後，亦都存在。換句話講，真正帶嚟保護作用嘅，可能並唔係瘦，而係肌肉。如果你以為阻力訓練淨係屬於後生仔，其實完全相反，年紀越大越需要做阻力訓練，因為30歲之後，人體肌肉量會開始逐步流失，肌少症嘅風險亦都會隨之增加，可能會增加跌倒、骨折、住院嘅風險。而阻力訓練係目前最有效嘅預防方法之一。講到阻力訓練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去 gym room 舉鐵舉啞鈴，
但係其實阻力訓練並唔一定要去健身室，只要肌肉需要對抗阻力，就已經屬於阻力訓練。甚至有好多研究採用嘅訓練方式都係徒手動作。換句話講，你今日喺屋企個廳度就已經可以開始。第一個推薦嘅動作絕對係深蹲，因為一次過就動用到股四頭肌、臀大肌同埋核心肌肉。研究顯示，下肢肌肉量同死亡風險、跌倒風險、代謝健康都有密切嘅關係。對於老友記嚟講，椅子深蹲更加係日常功能訓練，因為坐低同起身本身就係生活嘅必須動作。另一個推薦嘅動作會係掌上壓，佢主要訓練到胸肌、三頭肌、膊頭同埋核心肌群。一個動作已經刺激到大部分上半身嘅肌肉。有研究甚至發現，掌上壓能力比較高嘅人，心血管疾病風險亦都會更加低。不過呢個研究係觀察性研究，並唔代表掌上壓本身可以直接降低疾病嘅風險，但係至少反映到肌肉同埋健康有重要嘅關係。阻力訓練最重要嘅，從來都唔係練到幾大隻，而係保留你未來10年、20年，甚至係30年後，仍然都可以自由活動嘅能力。肌肉並唔單止係力量，佢係控制血糖、代謝、抗老，甚至係健康壽命嘅儲蓄戶口。今日做多一下深蹲，可能就係為未來減少一次跌倒；今日做多一次掌上壓，可能就係為咗未來保留更加多獨立生活嘅能力。所以無論你係20歲、40歲定係70歲，開始做阻力訓練，永遠都唔會太遲。呢個 channel 主要係想分享一啲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加入嘅一啲健康小習慣。睇到呢度嘅你，其實已經好叻，願意勇敢咁踏出改變嘅第一步。透過持之以恆嘅毅力，再透過健康福利嘅威力，踏上健康自由之路。思考題：到底我哋每個星期要做幾多嘅阻力訓練先至為之足夠呢？我哋下集再見。